明仔10时是七夕的情人节，这个头一个出发团，这个帛琉出发团就要去佚佗啊！150个机位隆重店，因为这个帛琉提供2000剂免费疫苗，要台湾的旅客去住，嘛变成这个插入帛琉这个专案的诱因。目前帛琉的注射率嘛超过75%，因过除了等下台湾的检疫问题以外，目前注文要注这个疫苗的人客人数有够多，和这个帛琉的观光局安尼挡袂调，嘛旅游业者烦恼讲，万一若要都注了这个疫苗预防下，可能大家会退订。帛琉岛市的风情真吓人，不过帛琉佚佗计划过4个月，阁出发反应真好，因为这摆会使去注疫苗。头一团伫明仔情人节出发，目前华航逐礼拜有2班，逐班有150位。帛琉观光局提供台湾旅客2000剂疫苗，估计到月底进前出发拢会使注到。不过即马要注疫苗的人伤多，连帛琉观光局拢无法度保证，敢每一个人拢会使注到。如果这个有新增的航班，疫苗数量可能2000份就很快会被打完，也许会增加新的储备量，要看这几班的情况。帛琉新店有外千，上市自8月初9指挥中心宣布开放了后，5天就有超过4600个人出门。KKday8月出团的5个航班都已经满，阁有几千人在等。不过若是疫苗无够，注袂到，要安怎？确定有机位，确定可以参团，跟出发之后，透过 email 的方式跟帛琉观光局进行疫苗的申请，在预购的阶段，那可能大家需要再稍待一下。帛琉注疫苗，阁有可能发生。注疫苗了后，若发生副作用，恐惊嘛无法度好划算。一旦登来台湾的班机出现发烧的状况，入境台湾了后的检疫要安怎处理？这个问题，帛琉观光局阁有相关单位正在讨论。不过，帛琉佚佗团就要出发，嘛，互后续的行程增加更较侪变数。